Hello，大家好，今日嚟講下呢部電影《爸爸》，關於劉青雲嘅呢部新作電影《爸爸》嗬。今日就睇嚟啦。咁呢部戲呢，就係落嚟，我會有少少嘅劇透啦。咁如果你係未睇呢部戲嘅，就唔好睇啦，我會劇透嘅，嗬。咁睇咗成部戲啦，咁有睇嘅朋友呢，我哋大家就喺度分享下。咁就係成部戲係講一個悲劇啦，即係發生喺一個真人事件，即係睇咗部戲呢，其實個心情係好屈住嘅，哦。加上睇完之後，喺馬來西亞又發生咗一件同呢個電影嘅題材係好接近嘅一個真實嘅事件，即係喺馬來西亞啱啱發生咩事咧？喺馬六甲前兩日發生嘅咩事啊？又就係一個仔殺死阿媽同個大佬嘅，都係家庭悲劇，同部電影《爸爸》係接近嘅，只不過唔同嘅係爸爸嗰部電影係因為個仔精神分裂症而導致個悲劇，殺死阿媽同埋個妹。咁真實中馬來西亞發生嘅係嗰個仔因為受到太大嘅壓力之下，將阿媽同埋個阿哥殺死。即係呢啲都係社會嘅悲劇。電影講翻電影，阿爸爸呢部電影啊，其實成部戲就其實係沉重嘅，好沉重嘅成部戲，因為好多特寫，好多好我想問下導演啦，點解要咁嘅手法去拍呢？因為坦白講，佢係拍得俾我覺得係似藝術片多啲嘅，玩好多藝術嘅鏡頭。又唔係嗰種超藝術嘅鏡頭燈光啊咩，唔係嘅，佢係我意思係喺啲運用啲特寫啊咩拉得太長嚟拍成部片嘅嗰個所謂嘅氣氛營造嘅氣氛，有得多得滯啦，因為真係觀眾嘅角度喺睇成部戲已經係一個悲劇，跟住當然我就唔知道個劇情係點嘅發展，就以為就好似因為導演呢係有拍過之前，好似我如果冇記錯話，導演應該係咪有拍過之前白紙嘅一部又係明殺案咁樣嘅咩踏雪尋梅，係咪同一個導演啊？咁就嗰部就講命案，亦都係命案真實事件，咁就好多嘅呢個揭曉成個命案嘅事，但係呢部呢就冇嘅，好純粹就係話呢個阿劉青雲嘅仔就做咗一件咁嘅事，因為精神分裂，將劉青雲嘅太太即係個仔嘅阿媽殺害，同埋個女佢嘅妹殺害，跟住就入咗呢個監房入邊，就被判要到最尾就覺得原來係精神分裂，咁就後尾都放翻出嚟。咁成部戲咁睇到中間之後就知道講，原來佢都唔會有咩偵探啊時去揾個案件嘅兇手啊，抑或係有啲咩劇情，好多劇情係冇嘅，就係咁單純嘅一部戲，將個氣氛營造到即係你睇咁嘅屋企，咁嘅真實就係咁嘅無奈。喺無奈兩個字入邊呢，就睇到劉青雲的而且確喺呢啲咁嘅角度入邊呢，係真係發揮到淋漓盡致嘅。呢個唔可以唔服咗阿青雲啲演技，即係你身為一個爸爸，難聽嘅屌你老味，你個仔自己殺死自己老婆同埋個女，呢件事係一個真實嘅事件，係一個人生嘅你冇辦法去補救嘅一件事嚟噶。唔通你殺死個仔？個仔係因為精神分裂，所以啲係唔同噶，同馬來西亞發生嗰個事件係唔同。馬來西亞發生個事件係因為被逼
出嚟嘅嗰個壓力，而去造成呢個家庭悲劇。而青雲呢部戲呢個真實事件呢，係當年發生喺香港嘅一件咁樣嘅仔殺阿媽同埋個妹嘅事件。咁呢個事件係精神分裂嘛，所以講翻部戲拍嘅成個過程，入邊你睇到嘅啲特寫啊，拍到阿青雲點樣去面對失去嘅嗰種無奈，同埋回憶翻點樣同個老婆開始到有咗個家庭到明案。其實就咁簡單一部戲嚟嘅。其實有時簡單唔代表唔好睇啊！我都勸大家要去睇，要去支持，因為點解呢？畢竟呢個係一個用心去拍嘅事情，雖然講，我覺得嗰個藝術嘅鏡頭會多咗啲，即係個氣氛啊，個氣氛特別長嘅嗰種好似係藝術嘅感覺嘅嗰種。長少少嘅嗰種，你就唔會睇到一個商業嘅對白嘅。我相信導演係好想將還原翻嗰個 moment 發生嘅呢啲咁嘅情節喺翻俾觀眾去 feel 到講嗰種無奈。你睇發生咗咯，嗰個家庭青雲同老婆之間嘅嗰種相愛到冇咗之後，又係自己嘅仔造成呢啲咁嘅悲劇。有幾場戲係有突出青雲，即係知道自己係無奈，但係導演都，我相信真人應該係咁啩，即係非常之堅強咯。我可以講，我睇到好堅強嘅一個爸爸。部戲叫爸爸嘛。That's why。所以依家再講翻轉頭，原來爸爸點解部戲叫爸爸？係一個太堅強啦！呢個爸爸自己嘅仔去殺死自己嘅老婆同女，仲要去包容佢。That's why，爸爸就係做緊呢個咁嘅包容。呢個係天下間發生咗呢啲咁嘅悲劇，你身為爸爸，你點去接受？我相信天下間咁多爸爸，依家臨父親節做一部咁嘅戲，天下爸爸都係包容自己嘅仔，就算自己另一半冇咗，我相信導演係想講呢句咁嘅對白。我自己都有寫過一首歌叫《爸爸》，用咗1句嘅時間去寫個歌詞，唔係我寫唔到，而係我嗰首歌係想將對爸爸嘅呢個尊敬，呢個偉大寫得實啲。點知喺2005年寫完之後，喺內地又發行過呢首歌，大家可以去聽下嗰啲歌詞，感動咗好多人。我每次自己聽翻都喊嘅，係會喊嘅呢首歌。我係唔容易喊，但係自己睇完自己嘅呢首歌，爸爸都係喊嘅個歌詞。爸爸係一個好偉大嘅動物啦，唔係動物，好偉大嘅一個人物啊，真係嘅。雖然話我自細阿爸就冇同阿媽一齊，我跟阿媽嘅，但係我知道好多身為父親嘅人都係用心良苦，就好似呢部電影，你哋入去睇啦。我雖然我覺得係未睇嘅朋友呢，可能就會覺得哇！你講到咁係咪好悶啊？其實睇電影呢，我覺得有時候我哋睇好多商業片啊，好多唔同類型嘅片啊，節奏會比較快啲啊嘛。咁呢部呢，佢就唔係要俾你睇嗰啲節奏，可以要你投入個氣氛，去感受嗰個無奈，去感受嗰件事件發生嘅前因後果，同埋所有嘅連結。嗰個細佬哥嘅嗰種，我又想跳翻嚟做翻個正常人，我又多謝有一個咁嘅阿爸。
我係入咗去啦，依家我被逼捉咗啦。其實係好值得去思考嘅呢啲咁嘅問題，因為點解社會太多有問題嘅家庭？講到家庭，梗係離唔開嗰啲成員啦。最主要嘅中心就係阿爸，落嚟就係阿媽，即係呢兩個就係最偉大嘅啊！講起阿媽就睇翻上個月睇嘅嗰部《水餃皇后》，亦都係一部非常精彩嘅一個阿媽點樣去將成個屋企搞得托掂之餘，又將個企業做好。《水餃皇后》都係要去睇嘅，好出色嘅一部電影，我睇咗2次，都係咁好睇。咁啊，爸爸呢就唔同啦，爸爸就基於係非常之好，嗰個氣氛都係講翻個氣氛。可能你睇睇下會覺得，哇，咁拖喎！我就希望，如果你係睇到個有啲拖嘅時間嘅時候呢，你就要跳入嗰個 moment 去 feel 下個 moment，你就知道嗰一刻發生嘅事件，點解導演要你跳入去個 moment 去感受？因為呢啲電影都好少會睇得到噶啦，咁第二就係咩呢？尋日就睇咗另外一部，都係香港片啊，任達華做嘅，同鄧麗欣，紅豆啊，紅豆亦都係講緊一家做甜品嘅呢個生意嘅一個家庭啦，任達華啦，同鄧麗欣個女啦，就發生嘅事件，又係有啲文藝嘅 feeling，成部戲。點知今日仲都睇爸爸係會有好多偵探嗰種追逐啊嗰種戲，點知唔係嘅，就係都冇失望啦。我唔可以講失望，因為人生有咁多種戲種係嘛，有時睇下咁嘅戲種都係一種記錄啦，對人嚟講。我哋唔可以講，係啊，我哋睇慣啲商業片㗎啦，我就希望個劇情快啲咩？唔係嘅，好多戲好多 moment，我哋都要去珍惜去體驗啦，咁無論點都好啦，就希望各位都可以入去睇部戲，爸爸嘅劉青雲演得非常非常好，尤其是我好中意去鬧粗口嘅嗰幾個 moment 嘅。去鬧粗口，即係嗰種無奈，哇！真係都值翻票價嘅。去鬧粗口嗰幾個 moment，我係特別中意嘅。咁我呢個頻道叫瞬間創造奇蹟。好多人嘅嘢呢，人性嘅嘢呢，我都會喺度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叫高健。如果中意嘅話，可以為我點讚，抑或訂閱我嘅頻道，你就唔會錯失我落嚟嘅任何一個節目啦。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哋下一集見，拜拜。